好，下这平安，请咱平白咱的心做伙来听这首诗歌，来思想咱的主带予咱的恩典，安静心，准备今仔日的敬拜。耶和华啊，人是啥物，你竟然毋捌因；人的囝是啥物，你竟然笑念伊。人亲像分一个开，伊的日子亲像影过去。耶和华啊，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咱即马用诗歌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咱请文科兄带领咱来唱歌来敬拜。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早早，真欢平喜，安，平安，真欢喜，咱个来到这个敬拜阿乐上帝，咱的主的时间。首先，咱来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伫这个冰天雪地的天气，今仔日
阮游园会当伫温暖的家厝内底来聚会敬拜你，这是何等的福分！我满心的感谢你，请圣神即时降临，甲阮伫地感动逐个人的心，互阮的吟诗歌声会当传达到你的耳内，得到你的欢喜疼痛。也请主保守咱逐个人的健康，有活力、灵命，会当尽力来追求亲近你，得到你丰盛的恩典，满满的祝福，永永远远。以上感谢祈求，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阮的主，你要将活命道路指示阮行正路。伫你面前，阮充满快乐。你用正手来祝福，阮要常常伫主的面前面日敬奉无煞，因为伊永远踮伫咱的正边，咱的心就拢袂摇错。安尼，咱的心就大欢喜，咱的喙就要快乐吟诗。首先，咱用感恩的心，大家大声来唱《信靠的祈祷》。我胸中的主名就一日永不摸索，因为你有点我加病，我心就容没有错。你我心就欢喜，我最快乐的心，我爱主的爱真卡起，一帮人完为陪你。你背后挂的灵魂，是丢灵感的光，你让我的过你的想家，都丢着的有暖。你陪着我面道路，只是我的家母，你面前充满快乐，你用家手来救我。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伊的恩典之爱直到万代。咱要用举手来敬拜伊，唱出欢喜的歌声，来学乐称颂伊的名，永远无煞。大家继续来唱耶和华祝福满满。
田中的白灵诗，无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献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赏赐真福气，互地上发芽结实，显出疼痛的根基。山中的白灵诗，无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献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赏赐真福气，我地上花叶的结实，显出疼痛的根基。然后我就我亲像海的土山，不停自爱的到满世界。我们要求敬拜你，存欢喜的歌声，我若亲手一命，愿无所。山中的白灵诗，无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献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赏赐真福气，我地上花叶结实，显出疼痛的根基。让我就亲像海的土山，稳定自爱的到满世界。我们要求敬拜你，存欢喜的歌声，我若亲手一命，愿无所。让我就亲像海的土山，稳定自爱的到满世界。我们要求敬拜你，存欢喜的歌声，我若亲手一命，愿无所。让我亲像海的土山，稳定自爱的到满世界。我们要求敬拜你，存欢喜的歌声，我若亲手一命，愿无所。让我亲像海的土山，稳定自爱的到满世界。我们要求敬拜你，存欢喜的歌声，我若亲手一命，愿无所。耶和华伊是活命的主，咱的天父上帝。逐日人拢得到主的恩典，拯救，拢袂过迁移，亲像春天的雨水润泽土地。但咱就要尽力追求，明白耶和华。最后，请大家来唱，但咱就尽力来追求。春天雨水润泽土地，
的是阮意志，将咱打上叫袂包咱的伤。伊要予咱的灵魂前面活了阮的，咱着为活伫伊的面前，咱着尽咱来追求，人爱也无法是我命的主。春天雨水润遍土地。那咱着尽咱来追求。伊是我命的主，伊要上帝，咱情愿为佢眼前，亲像春天雨水润遍土地。伊虽将咱掠离，却要是阮的，将咱打上烧的包咱的伤。伊要予咱的灵魂前面活了。咱现在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一切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道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基督玛利亚出世，阮着人都任来受苦，死埋葬，因父。第3日对死人上天，打一日全能的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是，我信共同的教会，信相通，做圣殿，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咱额头来做认罪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用你的疼来护照阮，用你的保护洗清阮，救赎阮，互阮会用成做你的囝儿，有永生的愿望。主啊，你安尼疼阮，甚至差派你的独生囝来到世间，为阮的罪钉伫十字架。毋过，阮的所想、所讲、所行，常常无照主的旨意，常常偏离正路。主啊，阮承认阮有时骄傲、自私，无顾虑别人的需要，
也有时因为信心无够，无回应你的呼召，失去甲主同行的机会。主，阮求你赦免阮的所讲、所行、所想，无合你心意的所在。求你清洁阮的心，也帮助阮谦卑顺服，行伫你的道路，活出你的旨意。互人看见阮彼此相听，就看见你的阳光甲你的疼伫阮的中间，将恶恼归互你。主，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咱继续伫主的面前认罪祈祷，然后牧师要讲谢罪保证的话。所听兄弟姊妹，请听圣经所记，上帝对真心悔改、回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耶和华有怜悯、有稳定，无快受气，阁有丰富的慈爱甲诚实。伊要将慈爱甲诚实赏赐予你，赦免你的罪过，除去你的不义，赶走黑暗的关系，引带你进入伊公义甲光明的国度。为着上帝替咱所备办的疼痛甲救赎，咱就对咱的心感谢伊，学落伊讲哈利路亚，阿门。阿门。请咱现在来会当你就拍开你的webcam，甲咱兄弟姊妹来小祝福，来拍请安，平安。大家平安。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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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安。咱即摆来读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节是马可福音第1章第14节到第20节，咱大家做伙来读。约翰已经关家，耶稣伫加利利传上帝的福音，讲日期满啦，上帝的国近啦，恁着反悔来信福音。耶稣经过加利利的海墘，看见西门甲伊的兄弟安德烈拍网伫海里，因为是讨鱼人。耶稣甲因讲：恁来缀我，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讨鱼的。因连边离开网来缀伊，落仔进前看见西庇太的囝雅各甲伊的兄弟约翰伫船里伫捕网，因连边招因，就拜拜因老爸西庇太，甲请工人伫船里来缀伫伊的后面。这礼拜的经句是伫马可福音第1章第17节，请咱做伙来读。耶稣甲因讲：恁来缀我，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讨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请咱做伙来祈祷。主啊，你是创造阮有大权能的主，也是疼阮、拯救阮的主。万项好物拢是对你遐来，阮深深感谢。阮要大声学罗你的疼，阮要宣扬你的名。主，阮感谢你赐予阮逐项的需要，
互阮袂因为天气的关系影响阮的敬拜。感谢你赐互阮因群服侍的同工，愿意用你互因的恩赐来服侍，尽心尽力来互敬拜你的聚会继续。互阮会用透过网络做伙唱诗歌，做伙祈祷，做伙听牧师对你遐来的教导。互阮每日继续成长，哪来哪听主，哪想要甲主亲近，想要学习基督的模样。主，阮恳求你赐予阮一粒清洁的心，互阮内心有精神正直的心，用你的锤、你的管，引带我行伫你公义的道路。求主帮助阮的性命，会用真做你欢喜的祭，真做你荣耀的见证，将你的疼甲救恩传互更较侪的人。主，愿一切荣光归乎你，愿阮学路的歌声无停，直到永远。愿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阿门。阮安尼感谢祈祷无够，阮要继续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称，你的国，你的国临到，你的你的旨意得成，地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免互阮赦免阮的罪过，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无接受阮入去，就叫阮带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父真。阿门。现在咱要来听牧师的讲道。牧师讲道的题目是《耶稣呼召门徒》，请咱做伙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毋知有看到我的投影片无？有看到。多谢。咱今仔日真特别吼，咱通过即个网络方式来组织近代各科技互咱一款的机会，互咱随望有天气的变化特别是今仔日气象预报是讲对8点到永暗即个5点左右拢会落雪吼。为着顾全咱大家出入的平安咱用即个高科技来继续来敬拜。今仔日伫咱中间要甲咱同齐诉接咱马可福音书系列的即个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耶稣的呼召，耶稣呼召咱会通称耶稣做咱的主，是因为咱有听起耶稣在呼召咱，伫咱的内心在呼召咱，爱咱来相信伊所讲的上帝国的信息，同时也爱咱来跟对伊。今仔日经文记载的就是耶稣呼召伊第一批的下者的门徒。对这段经文中间，咱会通来了解耶稣的呼召有啥物款的意义，以及若是咱有听见耶稣呼召的时阵，咱就应该安怎来回应伊对咱的呼召。这个经文一个开始就讲，施洗约翰被关伫监牢，这是上定施洗约翰伊做传道的工作过一个段落。施洗约翰是为着耶稣基督福音的来临来做备办的工作，伊为着人来施行悔改洗礼，互人的心原本沉沦伫罪中间，会通悔改来归向伫上帝，等候上帝国福音的来临。若无悔改，就是无做好准备。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伊的工作不只要紧，是帮助咱会通用悔改心来迎接上帝国的来临。咱知影施洗约翰伊毋仅是传悔改这个洗礼，伊已经有做一个预告，伊讲比我落尾来，总是比我较尊贵，能力比我较大个，将来要成做上帝国的君王的基督，也已经到。所以当耶稣开始出来传上帝国的福音的时阵，伊介起头就讲上帝国到了恁就爱悔改来信福音。上帝国已经到了，就是讲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上帝国已经要来临到伫恁中间。上帝国是啥物意思到底上帝国伊的内涵是啥物货？这是耶稣伫伊传道生涯中间，不管是伫个所在，要大家做一个说明。咱会通先对这个动态的意义来了解，啥物叫做上帝国？有人将这个上帝国来翻做是 The Kingdom of God， 不过也有人翻做 The Reign of God， 还是讲 God's Reign。
意思是讲，上帝国是指上帝在做王，上帝在掌权。上帝伫什么所在掌权做王，什么所在就是上帝国。所以耶稣讲，上帝的国君啊，伊佫讲，我若靠上帝的神来赶鬼，就是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伫恁中间。伊咧宣告上帝国军队伫伊来到伫即个世间，传道理、医病甲赶鬼，种种遮的实际具体的行为，即个上帝国已经临到伫即个世间。拄则咱伫读主祷文中间，咱常常会读到的一段话，就是耶稣教导伊学生所做的祈祷。伊讲，恁祈祷的时阵，就安尼讲，愿你的国临到，伫地面亲像伫天面。这个祈祷是要提醒遮的门徒，上帝国虽无已经临到，总是还未完全来实现。所以门徒伫因的祈祷中间，就爱常常恳求上帝国完全来临到。通过祈祷，一个人会通向上帝恳求一切伊所需要物件。但是耶稣甲咱讲，当咱咧祈祷时阵，一个介要紧、介重要的，咱的确着爱求，就是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耶稣佫甲咱讲，我的国无属伫即个世间，这是要提醒咱，毋通将上帝国甲即个世间任何一个国度，甲伊揽做伙。上帝国毋是即个世俗的一个国度，上帝国是一个灵性的国度。上帝国当然会通影响即个世间无共款的国家，比如讲美国。美国受到即个上帝国的信息真深的一个影响，但是上帝国无等于即个世间任何一个国度。上帝国是上帝做王掌权的所在，所以上帝国若伫大岛出现，上帝伫什么所在来做王，什么所在来掌权，上帝国就出现伫迄个所在。所以耶稣论到上帝国讲，上帝国就伫恁的心里，上帝国就是恁中间。当咱的心真正互上帝来做王、来掌权的时阵，上帝国就伫咱的心内。当咱的生命若是上帝咧做王、咧掌权的时阵，那安尼上帝国伫咱的生命中间。当咱伫咱的教会中间，咱所有兄弟姊妹彼此相听，遵照上帝的旨意来行，那安尼上帝国就临到伫咱的教会中间。当耶稣伫末日佮再来，伊是要用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来临到。那迄个时，就是上帝国完全实现的时阵。迄个时，有的天、有的地，要转变成做新的天、新的地。迄个时，上帝毋仅是伫人的心内做王掌权，伫人甲人中间的世间中间掌权做王，伊要伫伊所创造的万物中间来掌权做王。我即过讲，对耶稣来看，上帝国毋是一个遥不可及、看袂到的一个乌托邦。军队的耶稣，伊道成着心来到这个世间，伊一步一脚印来传扬上帝国福音，伊来讲济济上帝国奥秘的比喻，上次伊用伊家己的生命来实践上帝国的真理。上帝国已经成做一个事实，上帝国会通伫人的心内底来去体会到，上帝国会通伫咱的生活周遭中间，互咱去看到，互咱去经验到。上帝国是一个拄咧进行中间的一个国度。当耶稣正式来公开传扬上帝国的信息的时阵，伊也做一项代志，就是伊开始招呼伊的门徒。耶稣邀请人来进入到伊的国度，来成做上帝国的见证者，同时邀请伊有份伫上帝国的事工。呼召就是种邀请，上帝欢喜邀请人来到伫伊的面前，上帝邀请人来进入到伫伊的国度。当遐会回应上帝呼召，会通进入到伫国度的人，称作是蒙召的人、蒙召的人。咱知影即个教会这个字，伫伊的即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一群互上帝所呼召出来。就是讲，这人有听去上帝呼召，所以欢喜来回应伫上帝呼召。一群互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人，因成做教会。对圣经中间，互咱足清楚，上帝是一个呼召人的上帝。所有信心的开始，一个其中最要紧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伫创世纪第12章，咱读去到伫上帝安怎呼召亚伯拉罕，伊对亚伯拉罕讲：你着离开你的本国、本地、本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所在去。这个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呼召，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也是落尾
信心的民族的一个开始。那么读到出来记笔中间，上帝嘛呼召摩西，互伊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带领当初时伫埃及咧做奴隶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进入到伊所应允的地。这个呼召是显明上帝对伊的百姓的拯救甲着怜悯。伫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咱会通对旧约常常读到，常常知影上帝来呼召这先知来传达伊的话，传达伊的旨意伫个百姓中间。到伫新约，咱看见耶稣基督道成着身来到伫这世间，咱的主耶稣基督，伊嘛是一个呼召人的主。耶稣基督呼召人来相信上帝国福音，伊也呼召人来做伊的学生，做伊的门徒，接受伊的训练，也甲伊同齐来传上帝国福音。耶稣传上帝国福音，起头是对加利利来开始。这是咧回应旧约先知以赛亚所做的一个预言。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安尼讲：请上帝和西布伦甲纳弗他利的地被藐视，末后要互这个沿海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地加利利来得到荣耀。加利利是伫以色列的北边的所在，耶稣因为伫个所在住伫加利利的一个小小的乡镇，叫做拿撒勒，伫个所在大汉。所以，伊互人称作是加利利人耶稣。但耶稣毋也是伫拿撒勒的所在来出世，伫个所在大汉伊常常也到伫加利利海边，伫个所在咧行路。耶稣的传道的生涯，甲着加利利海，甲着加利利这个地区有非常深的地缘的关系。伊常常伫加利利海边，伫个所在咧散步，也常常坐船对海的这边到伫海的另一边。有的时阵，伊甚至就徛伫这个船顶，望着加利利岸边这群众的讲道。顺着加利利海边咧行路的耶稣，伊看到彼得甲安德烈伫个所在，伊就呼召伊。伊佫看到雅各甲约翰这对兄弟，伊也来呼召因，对因讲来跟对我。当这4位彼得甲安德烈、雅各甲约翰。因是2对兄弟因诚做耶稣第一批所招好的门徒。因呼召耶稣对着因的呼召，耶稣呼召因讲来跟对我，因欢喜来做耶稣的学生。跟对某一个人，意思是讲尊敬某一个人，诚做伊的老师，来做伊学生，专心专意来伊学习。有一天来通出师，伊也通来诚做一个老师。耶稣呼召这门徒，毋也是因来相信福音，佮爱因甲耶稣同齐来传福音。耶稣亲自要做因的老师，教导因来传福音。耶稣甲因同齐生活，教导因，因也欢喜来听叹耶稣对着因的教导，学习伊的所行所做。咱通讲，伫人类历史中间，耶稣一直互人尊敬，诚做一个伟大的老师。无论是伫言教，也是伫身教，耶稣拢通讲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兄弟姊妹，咱称耶稣是咱的主，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咱知耶稣是咱的老师。咱要对什么人学，咱会通一个人学习。3年前必有我师，咱会通对一个人学习。但是伫咱的生命中间，特别咱的信仰的生命中间，耶稣是咱伟大的老师。咱就常常耶稣所讲的话来学习，对耶稣所行的代志来学习。伫遐未呼召安德烈甲彼得进前，耶稣可能已经捌甲因见过面。安德烈原本伊是施洗约翰的一个门徒，伊原本是跟对施洗约翰。有一回施洗约翰带着伊甲另外一个门徒看去耶稣的时阵，施洗约翰就指着耶稣讲：看，上帝的羊羔，除去世间人的罪孽的。安德烈甲着另外迄位门徒听起施洗约翰安尼咧称呼这个耶稣，所以因就离开施洗约翰来跟对耶稣。这个安德烈毋也是跟对耶稣，相时伊佫倒去到伊的厝，将伊的哥哥西门带起来认捌耶稣。所以对约翰福音书的记载来看，安德烈拍算是耶稣第一个门徒。耶稣呼召的声音非常有权柄。生性阁有吸引力，互当初时听见呼召的彼得甲安德烈，因放下因
咧掠鱼的希望。那国家约翰听去耶稣的呼召，因也离开因伫个所在咧掠鱼的时阵，因放下因原本的职业，因要欢喜全心来做耶稣的学生。耶稣呼召这4个人拢是掠鱼的人。上帝伫当初时迄个时代有一个文士，有一个祭司，有一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咱会通讲，这4个人，也个落尾耶稣所招好的学生，因实在是非常平凡的人。咱讲贩夫走卒，就是伫社会上无什么款社会地位，无什么款受到高深教育的人，总是耶稣呼召伊。当耶稣呼召因的时阵，互因一个应允，也互因一个目标。伊讲：恁来跟对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讨喜的。咱中门该犯罪，得人如得鱼。可能因为这4个人拢是掠鱼的人，所以耶稣特别用这个得人如得鱼来做一个比喻。得人如得鱼这句话伫圣经中间会通有2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可能咱较少去想到。这个含义是甲审判有关的。旧约的先知常常用掠鱼、甲鱼钩来象征上帝对着悖逆的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审判。耶利米书第16章第16节，耶利米先知宣布这样事讲：看，耶和华安尼讲，我要召集济掠鱼的来掠因，这个因就是以色列百姓，犯罪以色列百姓。我也要召集济拍打的，对这个山、这个山头。这石坑来拍因，因为我目睭在看因一切的行罪，因无掠杂伫我的面前，因的罪过也无看目伫我的目睭前。我大声家己要报应因的罪恶。这个是咧讲到上帝要从这的百姓，亲像人咧掠鱼共款，将因掠出，上帝要互因审判，要对因行审判。若是耶利米书做这款的。这个警告像是阿摩斯也同款，用鱼甲鱼钩来做一个上帝对着以色列百姓的这款的审判。伫阿摩斯第4章第2节，主耶和华家己指着家己的性格安尼讲：看，日子要临到，人要用钩，就是鱼钩来掠恁去，从钓鱼钩掠恁所存的。当耶稣呼召门徒，对这个门徒讲：我要互恁得人亲像讨喜的，是咧甲因讲，我要带领这群的门徒来审判伫当初时这犯罪百姓，来推翻当初时这腐败有的制度，以及背后咧掌权这个邪恶的势力。福音书有记载，落尾耶稣差遣伊这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了后。这个门徒欢欢喜喜倒来报告因的成果，安尼讲：主啊，因为你的名就是贵也幸福伫我。显然，耶稣的福音中间有一个审判的一个意义。第2个，咱讲得人亲像讨喜的，得人如得鱼，也佫有第2个含义，这是指人的灵魂会通得到拯救。这句话讲，这句话意思就是捕获人心，互人的心。真正悔改，然后来归往伫上帝，互人的心真实来相信上帝。这群的门徒跟对耶稣，学习耶稣的讲话，也是学习耶稣的所行所做了后，有一天，因会通真做带领人，侪人得救，进入到上帝国的门徒。咱在彼得伫五旬节迄一天咧讲道，3000个人来归主。这就是应验这句话所讲的，互恁得人亲像得鱼。这个司布真在注解这段经文的时阵，伊安尼讲耶稣毋是爱这学生摕鱼竿来去钓鱼，伊是爱这学生会晓爬网来掠鱼，来得到大丰收。福音的时间毋是单打独斗，福音的时间是大家同心协力，伫这个所在照主的教示。然后同齐来爬网来掠鱼。耶稣呼召这门徒是一群是种听望甲有使命的一个呼召。耶稣呼召这门徒甲伊同工，同齐来担起传道、教导、医病、赶鬼等等牧养的责任，来参与伫上帝国的事工。这群原本是一个平凡粗俗的人，无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总是当因欢喜来回应耶稣的呼召。因的生命开始有一个新的方向，
因所做的代志也开始有真大价值。因的生命有耶稣做因的老师，带因头前得行。因会开始也成做一个无共款的人。有一天，因要成做上帝国真理的见证者、传扬者、教导者。我哋先生论到伫所有的门徒的时阵，到着上帝呼召的时阵，伊讲一句话对咱有足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26节到31节。保罗安尼讲：兄弟啊，试看恁所受着，照着肉体有智慧的无偌济，有权力的无偌济，有尊贵的无偌济。若是上帝要经世间这愚戆的来互智慧的人见笑，上帝要经这个世间软正的互勇壮的见笑，上帝要经世间卑贱的人所看无上目的，以及遐个无的来废无遐个有的，要互既然有立体的伫上帝面前袂通夸口。总是恁这受调的人，上帝要互恁踮伫耶稣基督内面，互耶稣基督成做恁的智慧，成做恁的公义，成做恁的圣洁，成做恁的救赎。实际上，马可福音书中间，除了讲到耶稣以外，足侪所在拢讲到这个门徒。这12个耶稣所选的这个门徒，因伫马可福音书因有真明显的一个形象。不过马可福音书互咱看到，伊所凸显的，毋是这个门徒有啥物款好优点，反倒当常常凸显出因的缺点。毋是咧讲因有偌大的智慧，反倒当是常常讲因原本实在是非常的愚戆。毋是咧讲因偌勇敢，反倒当是互咱看出因原本是偌软正。毋是咧讲因有啥物款的成功，是咧讲因常常是失败。总是当耶稣做因的老师，耶稣做因伟大的教导者时阵，会伫因的欠缺、伫因的愚戆、伫因软正甲失败中间陪伴因、操练因。互因有一天，当因真正明白耶稣所讲的上帝国的时阵，因真正效法耶稣基督的所讲所做的时阵，当因来领受耶稣所应允伫因生命中间的圣神的时阵，因就通成做上帝国福音的使者甲勇士。咱知耶稣搁活了后，这群的学生因受差遣到伫普天的来传福音，到伫今仔日，这个福音已经传到伫普天的，甲起头。就是耶稣所呼召这群人看无上目，人看做是软者，常常失败的这群心。当耶稣呼召先呼召门徒，伊嘛咧听候学生甲门徒对着伊回应耶稣对着咱呼召，是咱的人生生命中间一个要紧的一个生命一个选择。呼召耶稣的呼召是讲咱要跟对耶稣，跟对耶稣意思是讲咱无搁再跟对咱家己。咱嘛毋是跟对别人，咱是跟对耶稣。咱毋是要选择咱家己所要行的路，咱是要甲耶稣同齐行，也选择耶稣替咱所行、爱咱所行的路。这种的选择会深刻影响伫咱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向，甲咱所要行的道路。第二，当咱要回应耶稣基督呼召的时阵，咱也着爱知这毋仅是讲一个生命的一个选择，会当互这个生命的选择。真正带来改变，是因为对你的内心有一个顺服。如果咱也无对咱的内心来顺服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呼召，咱就无可能继续跟对耶稣到底。咱知有一寡人原本想要跟对耶稣，总是跟对到一半路，因就离开。除非你的内心有够额内心的顺服，那呢，你袂通跟对到底。咱来知影信心甲着顺服是分袂开，有的时阵。咱必须要先顺服，咱的信心才会通得到提升。潘霍华伫咧注解这段经文的时阵，有一句话讲了非常的深刻。伊讲，咱无应该想讲，我得爱有偌大的信心，然后我才会通来顺服。伊讲，颠倒有的时阵是倒逼，是咱先顺服，咱伫顺服中间，咱才来发现咱的信心愈来愈增加，愈来愈得到扩大。彼得、安德烈、雅各甲约翰，因当要跟对耶稣时阵，因有信心才来跟对伊。总是咱会通看去，对福音书整个记载，当因来开始决定跟对耶稣时阵，因的信心也去非常的微细，因也阁有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伫福音书中间，耶稣常常对这学生对因讲：“恁是小信的人。”意思是讲，恁的信心也阁无够，恁是小信的人。
就是当这群小信的人，这群小信的门徒，当因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详时欢喜顺服伫耶稣的话时阵，伫这个军队甲顺服的过程中间，因的信心会愈来愈增加，愈来愈愈大。是因为伫顺服中间，咱会发现上帝通过咱的顺服，伊伫咱的生命中间所做奇妙事。咱回应耶稣嘛是一个对着咱旧的我的一个告别。耶稣呼召咱，爱咱改变咱某一寡过去咱的行为、咱的价值观、甲咱的生活的习惯。一个咱过去的我，若是甲上帝国的价值无符合，若是正做咱服侍上帝的一个塔的时阵。咱就爱选择伫个所在来放弃。伫这段经文中间，咱看见彼得甲安德烈因放弃因的希望，雅各甲约翰放弃因老爸迄只船，这是因过去用来生存、用来维生的一个工具。希望本身无啥物唔好，渔船本身当然嘛无啥物唔好，做一个渔夫嘛无啥物款唔好。总是如果在过去的维生的工具、生活的方式。正做因来军队耶稣的一个塔的时阵，因就爱做一个选择，因就爱放下，因就爱放弃，来回应上帝对着因呼召。要回应耶稣基督呼召，是爱付出一个代价，因为这个代价就是你爱甲你旧的我来做一寡告别，然后来照法度来领受一寡新的物件。耶稣捌对着众人安尼讲，人若是要跟对我，就爱放下伊家己。过去的事日记来跟对我，耶稣是上帝的囝，总是伊是用受苦的奴仆来完成上帝国救恩的工程。伊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要跟对耶稣的人，要爱有一个心内有一个准则，就爱有一个受苦的心志，会通放下家己，然后欢喜为着上帝国来做受苦，为着上帝国，为着基督，为着人拯救灵魂的拯救来受苦。这是当这时耶稣对着要军队的人的一个要求。但是彼得对这个非常有深的这款的体会。伊讲咱拢会拄着受苦，当时有人受苦是因为犯罪来受着刑罚来受苦。伊讲人若是犯罪受怕来受苦，这款的受苦有啥物款好处啊？总是咱若是行好，咱若是为着上帝、为着国度、为着基督。为着行好来受苦的时阵，那呢？伫上帝面前，这种的受苦是通学乐，因为恁受掉原本是安尼，因为基督也捌为着恁受苦，做模样互恁会通对伊的脚步来行。基督徒有一个记号，就是因欢喜为着行好来受苦，为着做好代志，为着用好来赢过歹来受苦，为着上帝国的国度的扩张，伫这个所在来受苦。回应耶稣基督呼召，咱就是有一款的心志，咱才会通跟对伊到底落尾。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信仰会深甲浅，在伫咱听见耶稣对着咱呼召，咱回应这款的呼召会深甲浅。耶稣呼召咱来跟对伊，咱就用咱真实的心来回应伊的呼召。咱既然得到耶稣对着咱的呼召，咱所行所做也就下伫咱所调的温。咱回应耶稣的呼召，毋是一时的感动，这是一世人的代志，是你一世人要跟对耶稣的代志。只要咱持续来跟对伊，兼在伫咱跟对过程中间，有时阵咱会跌倒，有时阵咱会软正，有时阵咱会无够业，总是当咱继续跟对伫伊的时阵，伊的确会帮助咱跟对到底。咱的信仰的灵性的生命，也通伫这个跟对过程中间不断得到成长。上帝是信实，伊对伊的受召，来互咱甲伊的囝耶稣基督同齐有份。有份啥物货？有份耶稣基督整体的生命，有份伫耶稣基督的生，有份伫耶稣基督的死，有份伫耶稣基督的国活，有份伫耶稣基督所要带互咱的上帝国。兄弟姊妹，当咱伫咱内心中间听见耶稣对咱呼召的时阵，咱爱做一个选择，咱真实来跟对伊，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我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的囝耶稣基督呼召人来做伊的学生，来对伊的脚步，
是要引带人进入到伫你的国度，操练人来做你忠实的奴仆，培养人来听做你所听的儿女。求你着帮助阮，让阮听起耶稣呼召的声，你着找你的圣神来感动阮的心，激励阮勇敢欢喜来回应伊的呼召。有阮欢喜耶稣来做阮的老师，有阮欢喜来做伊的学生。通过伊的教导，无论是身教也是言教；通过伊的操练，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无论是欢喜也是受苦，有阮个人真正照伊的呼召来跟对，有阮会通成做上帝国的精兵，上帝国的工人，也真实是上帝国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感谢牧师的讲道，请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希那尼赐我伫遮，来回应牧师的讲道，回应耶稣的呼召。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互我放在心中，放在心中所以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抛碎我心中的心中的忧伤。你甲我的敬拜中免家己做我做，无怨叹求悔无悔口。你甲我的这个面前得着这个，无怨叹求悔我的酒。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互我放在心中，放在心中所以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抛碎我心中的心中的忧伤。你甲我的敬拜中免家己做我做，无怨叹求悔无悔口。你甲我的这个面前得着这个，无怨叹求悔我的酒。就我这我做我的家。为着世界我的所在做我的
这个是咱要开始来举行团结甲机构同工受这个典礼。文士原本有分别，若是互人文士的圣神是上一个，侍奉上帝职分有分别，总是所侍奉的主是上一个。上帝通过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职分来做工，若是借着这个来成就伊旨意的上帝是上一个。个人对圣神领受文士，通做正人的利益。咱合齐是基督身躯，咱逐人是伊的肢体。虽然无共款的文士，总是搁我基督带咱同齐重视好好的职分。但咱的工作祈祷是要互教会有路用伫这个世界，叫人无论男也是女，会通进入信仰，到最后无一个骹头虎无跪拜，无一个喙无称呼耶稣基督是主，来归荣光伫白上帝。咱同齐共同来侍奉，有受选做牧师，有受选做长老，有受选做执事，也有受选做团契的首长、机构首长。人受这个典礼中间，或者个承认这无共款的职分，也会记得咱的主对咱所讲话。恁中间什么人要做大，就做恁的妻用；恁中间爱做头的，就做正人的奴仆。亲像恁主教，毋是要找人受人妻用，是要互人受妻用，佮献伊的性命来得到自由。这个时阵，咱来做誓约。好，月底我代表教会带正人。教完后，曾秋信领受金果团契会长甲副会长的职分；刘文琪、周启志领受雅果团契会长甲副会长的职分；王景瑞领受爱家团契会长的职分；吴成锦领受丰盛团契会长的职分；胡明汉领受诚心团契会长的职分；吴敏玉、蔡桂英领受福禄会会长甲副会长的职分。蔡文虎、周启志领受宪歌队队长甲副会长的职分；蔡雪花、李丽珍领受古筝班班长甲副班长的职分；吴生阳领受手中团团长的职分；蔡桂英领受小小萨摩利班班主任的职分。各王和詹秋兴、刘文琪、周启智、洪金水、吴成锦、吴明汉、吴美玉、蔡桂英、蔡文虎、蔡雪花、杜丽晶、吴成阳，上帝有借着教会声呼召恁来领受团契甲机构同工的职分，来侍奉基督耶稣。我相信恁知恁是啥物人，也恁所相信的，也有清楚所受竞选所要担当的工作，所以请恁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回答我所要问恁的问题。当恁有相信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任伊是万有的主甲教会头，也借着伊来相信爸囝圣神上帝有啊无？有。恁有接受旧约甲新约圣经是上帝话，上时圣神伫普世的教会中间对耶稣基督独一无二权威的见证无？有。恁有信心来接受甲接纳咱教会信仰的个别所表明该各种信仰的基本要理，看伊是对咱引带咱相信甲实行的圣经真实甲可靠的注解。伫恁引带上帝百姓时阵，恁愿意接受这个信仰个别的教示甲引带无？恁愿意顺服耶稣基督，顺探圣经的权威，以及继续遵照信仰个别精神来接受恁个人的职分无？恁愿意遵守教会体制，也愿意尊重伊的纪律。恁愿意遵照上帝话甲圣神的吩咐，甲着恁三侍奉的同工做朋友，同齐合作无？伊愿意用军队耶稣基督、囝人以及互世界各好的工作，做你生活的约束无？
我愿意，你愿意来促进教会和平合一甲纯洁无？我愿愿意，意，你愿意用祈祷甲着你的气力、财物、知识，用甲疼心来服侍众人无？我愿意，当这个时阵，高万户詹秋幸，你愿意做金国团契的会长甲副会长？伫你发展教会事工的时阵，你愿意尽力来表明耶稣基督的听甲公义无？我愿意，刘文琪、周启智，你愿意做雅各团契的会长甲副会长？伫你发展教会雅各团契事工的这份时阵，你愿意尽力显明耶稣基督的听甲公义无？我愿意，王金水，你愿意做爱家团契中心的会长？伫你发展教会爱家团契事工的这份时阵，你愿意显明耶稣基督的听甲公义无？我愿意。吴成滚，你愿意做丰盛团契中心的会长？伫你发展教会丰盛团契事工的这份，你愿意尽力来显明耶稣基督的听甲公义无？愿意，吴明翰，你愿意做新田团契中心的会长？伫你发展教会新田团契事工的这份，你愿意尽力来显明耶稣基督的听甲公义无？吴明翰 ，Kevin 有？咱确定啊对啦吼。吴美玉、蔡桂英，你愿意做妇女会中心的会长甲副会长？你伫发展教会事工的这份，你愿意尽力来显明耶稣基督听甲公义无？我愿意，蔡文虎、周启智，你愿意做圣歌队中心的队长甲副队长？伫你发展圣歌队事工的这份，你愿意尽力显明耶稣基督的听甲公义无？我愿意。我愿意，蔡雪花吕丽珍，你愿意做古琴班中心的班长甲副班长？伫你发展教会古琴班的事工的这份，你愿意尽力来显明耶稣基督的听甲公义无？我愿意， Young Wu, you will be the leader of the Hinbel's team. Would you like to do it your ministr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love and the justice of Jesus Christ? Young Wu. Yes, I will. 蔡桂英，你愿意做小小三文班中心的班长、班主任？伫你发展教会小小三文班事工的这份，你愿意尽力显明耶稣基督的听甲公义无？我愿意，这个时阵，咱来请所有的会友来做一个誓约，请咱将咱的这个mute 甲伊转做 unmute 可以 mute all，但是老师，我愿意。北惠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正会友，当恁有接纳高万户詹秋幸来做金国团契会长、副会长，刘文琪、周启智担任雅各团契会长甲副会长，王金水担任爱家团契会长，吴成滚担任丰盛团契会长，吴明翰担任新田团契会长，吴美玉、蔡桂英担任妇女会会长、副会长，蔡文虎、周启智担任圣歌队队长甲副队长，蔡雪花、吕丽珍担任古琴班队长甲班长甲副班长。杨武担任手中团团长，蔡桂英担任小小三文班的班主任。你有相信这是上帝通过教会声所竞选，要引带咱来军队耶稣基督无？但恁有同意鼓励因尊重因的决定，军队因会带领来服侍教会的头耶稣基督无？有，这是咱同齐来祈祷。好掉，老师啊，老师你 unmute。老师 unmute 一下。老师，好掉人来侍奉你的上帝，我感谢你，伫CTBC好掉这群兄弟姊妹，做金国团契、雅各团契、爱家团契、丰盛团契、新田团契、妇女会会长、副会长、圣歌队的队长甲副队长、古琴班的班长、副班长、手中团的团长、小小三文班的班主任。
阮同心为着因祈祷，恳求上帝圣神来充满因，互因有疼心、有智慧、有气力。恳求你常常保守因，互因的心所规划事工得到你的引带，因的手所做的工得到你的坚固，因的灵魂体得到你的兴旺，因的家庭也得到你的祝福。通过因伫团契甲机构中间的侍奉，和 CTPC 所有正向的姊妹的信仰得到造就。通过因彼此中间团队的合作，和 CTPC 成做一个健康、成长、结一好果子来维持上帝的教会。互你的高灵到伫阮的中间，互你的旨意正伫阮的中间，互你的名伫阮的中间得到学乐甲荣光，奉耶稣的名来祈祷，阿门。阿门。即只我来宣布，俄湾号詹秋幸，你是青果团契青果团契的会长甲副会长。刘文琪、周启智，你是雅各团契的会长甲副会长。王金穗，你是爱家团契的会长。吴成俊，你是丰盛团契的会长。吴明翰，你是成田团契的会长；吴美玉、蔡桂英，你是妇女会的会长；蔡文虎、周启智，你是圣歌队的队长甲副队长；蔡雪花、吕丽珍，你是古琴班的班长甲副班长；杨武，你是手中团的团长；蔡桂英，你是小小三年班的班主任。今仔所做的，也是讲，也是行，拢就做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行伊，也对伊来感谢拜上帝。这是咱的牧者，咱的同工，咱同齐用拍鼓啊来恭喜，也来欢迎咱这搭机构甲着咱的团契的首长，咱拍鼓啊来这个欢迎因，也来鼓励因。OK， 咱就职典礼就到这个所在咱煞接咱的礼拜。好，咱这时要来奉献，咱的奉献唔单是奉献咱的金钱，也奉献咱的心，奉献咱的性命，互咱的主。咱若有金钱上的奉献，留到后礼拜再来教会。好，咱这时做伙来唱这首奉献的诗歌，我的性命献互你。恩典满满的阿爸爸上帝，你是阮生命的大牧者，感谢你对阮极大的疼痛，你祝福阮，拢无欠缺。阮也爱要献上阮的心、阮的身、阮的金钱，做伫教会的路用，恳求主你欢喜接纳，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Amen。同齐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安慰甲扶持，帮助咱同做耶稣基督好的学生、好的门徒，跟对伊来行咱人生的道路，互咱的人生会通结侪好的果子，为荣光伫父上帝。对这时直到主过来，阿门。阿门。阿门。
又到散会。